係正點娛樂新聞。胡杏兒最近參加咗內地嘅歌唱比賽，不過坊間反應就彈多過讚，杏兒會唔會唔開心㗎？評審有少少批評咧，自己會唔會都覺得唔開心？唔會，咁你即係有批評你先有進步嘛。即係之前有冇練習咗好耐啊？因為其實錄影都比較緊迫㗎，即係譬如揀歌到真真正正錄嘅時候，可能都係得幾日咯。咁時間上都唔係好長。啱啱新嗰集咧唱《愛如潮水》咧，就啲網民就話你唱歌嗰陣時七情上面。因為呢首歌係比較即激情啲，咁即係如果你好投入去唱嘅時候，就唔會諗住自己個樣要點樣擺個靚樣出嚟啊咁。